22号，副总统赖清德伫台南行程，一透早7点40左右，就先来到全台西来庵参拜。陪同的人员有市长王伟泰、立委陈廷辉、林俊宪、议员陈怡贞、沈振东、周家伟、西来庵董事长詹正义、名有董事长萧志光、副党陈美琪、林子云等几本的陪同，共同为五湖大地宣灵宫来祝寿。过去赖清德伫担任台南市长时，每一到西来庵五湖大地圣诞，只要有机会，伊拢会前来祝寿。今年五湖大地圣诞，庙方也以大帖邀请赖副总统前来。詹正义伫致辞时，竟带领众人做伙发出总统好。总统好，总统好。我先叫起来看，念稿今仔日是咱全台西南人这个宣灵宫老婆堂圣诞千秋我今仔日真正非常的欢喜，期待再期待，期待着咱未来总统，咱现任的这个咱赖清德赖副总统因为以往呢，伊伫咱台南市担任这个市长的时阵，会使讲每一年呢，每一年的那个主公的生日，咱这个赖副总统以早伫咱担任市长时，逐年都来咱本庙来甲咱这个主公祝寿安尼。用了一个大帖，然后请我送给我们的赖副总统。我们赖副总统都是亲力亲为，他跟我回说他会找时间。今天真的这么早的时间哦，赖副说因为咱若较早来到要紧，我讲无要紧，赖副哪会使？哇，这个地方感动到要死的一定是全力支持、全力配合。宣灵宫老婆堂圣诞万寿、圣诞千秋的大日子，赖副总统特别正日来赶来到这，嘛祈求咱宣灵宫老婆堂这位新尊心理显赫，保庇咱台南风调雨顺，保庇咱台湾国泰民安。赖清德致辞时表示，西来庵历史悠久，是地方重要信用中心。每当只有机会，拢会安排来向五湖大地祝寿。西来庵是历史地位的当时有咱是咱台南的信用中心。过去我担任立委，台南市市长拢承蒙陈董事长的邀请每一年拢有机会来甲咱西来庵咱宣灵宫。各位新尊来祝寿啦！在结束参拜行程后，庙方也特别带赖副总统参观西来庵文化馆，并甲庙内这位干部合影留念，为这次团圆留下美好回忆。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